坐咗差唔多3個鐘頭火車，我哋嚟到法國之旅嘅最後一站巴黎。我哋喺巴黎 stay 咗5日4夜，因為唔想條片太長，所以巴黎篇會分為上下2集。喺巴黎嘅第一日，我冇乜安排活動，因為我哋住嘅酒店喺左岸，所以我哋都只係喺左岸行下。放低行李之後，我哋先行去拉杜希買馬卡龍食。拉杜希曾經喺香港設有分店，但後來執咗之後，我喺香港就揾唔到咁好食嘅馬卡龍啦。要咗一個 dark chocolate， 一個 passion fruit， 一個 rose， 一個 raspberry， 跟住仲有個 pistachio 嘅包，同埋一杯手沖咖啡，就係嚟到巴黎嘅第一餐午餐啦。行下，我哋行到樂馮馬歇百貨公司。有人話呢間百貨公司係巴黎在地人最愛嘅貴婦百貨，而佢嘅母公司 LVMH 就稱佢為世界上第一間百貨公司啦。嚟到樂馮馬歇百貨公司，我哋嘅目標唔係乜嘢精品店，而係佢嘅超級市場。由於呢度唔俾影相拍片，而且保安好似好嚴密咁，入去要 check 晒袋咁，所以我淨係可以影張單俾大家睇下我哋買咗乜嘢。喺巴黎嘅第2日，應該係我哋會遊覽最多名勝嘅一日。食完早餐之後，我哋就搭巴士去夏洛宮睇巴黎鐵塔。夏洛宮有好多人兜售鎖匙扣，對於呢啲賣嘢方式，我勁唔驚，所以嗱臨影完2張相就走人啦。影完巴黎鐵塔之後，我哋下一站就係去影凱旋門。凱旋門相對嚟講冇咁多小販，感覺上好似安全少少。影完相，我哋就去行春天百貨。呢度除咗冇乜人行，同埋我睇中咗個手袋但係冇買之外，都冇乜記憶點，所以好快行完，我哋就去食午餐啦。Thank you。都去邊啊？食完午餐之後，我哋過咗春天百貨旁邊嘅拉法葉百貨。入到拉法葉百貨嘅食品部，我哋一眼就見到有馬卡龍界愛馬仕之稱嘅 Pierre et Maître，我哋即刻買咗6個嚟試下。估下咁多人排乜嘢？嚟到拉法葉百貨買嘢都係其次啊，
最緊要梗係影佢嘅環境啦，你哋睇下幾靚。就係為咗排呢個位啦。我哋仲上咗去個天台睇巴黎全景。呢兩日行咗3間百貨公司，得樂蓬馬歇百貨要 check 袋，同埋唔俾影相，唔怪得知被稱為貴婦百貨啦。到下晝5點，我哋去到同拉法葉百貨相隔2條街嘅巴黎歌劇院。早喺2個月前我就預訂咗導賞團，呢個唔係一般嘅導賞團，而係喺不對外開放嘅時間參觀嘅導賞團，所以我哋可以影到冇咁多人嘅巴黎歌劇院。而家一齊睇下呢座由拿破崙3世下旨建造、加尼爾設計嘅歷史建築有幾靚啊！